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真欢喜有这个时间、这个时阵啊，靠着上帝恩典啊，咱伫遮做阵啊，要来分享上帝的话。啊，今仔牧师啊，要照着约翰福音的第7章啊，第20节甲30节啊，要来甲大家分享啊，所以分享这个眼光啦。啊，咱拢知影眼光最重要的，吼啊，要分享进前啊，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吼。今仔经文记载伫约翰福音第7章20节啊至30节，啊，你若会当会得做的，啊，你就掀开圣经啊，你新约翰福音第7章，啊，听我来读上帝的话。第7章第20节，众人回答讲：你是去互鬼附着的，吼啊，是啥人要甲你抬咧？耶稣讲：我做了一项代志，恁拢感觉足稀奇的。摩西啊，传这个挂咧，互恁啊，其实毋是对摩西传起的，是对祖先起的。因此，恁若咧安息日，甲人行这个挂咧。23节讲，人若咧安息日受这个挂咧，啊，免得啊违背摩西的律法。啊，我咧安息日做一个，叫一个人全然好起来，啊，恁是安怎向我受气咧？毋通按照外貌来断定是非。总是要按照公平来断定是非。耶路撒冷的人讲，有人讲，这毋是你想要较抬的人吗？你看伊，佮明明伫遐讲道，伊若无要向伊讲啥物，敢讲伊真正知影伊是基督吗？毋过恁知影这个人是对倒位来的？只是基督来时阵，无人知影伊是对倒位来。迄时，耶稣你咧殿内咧教示人，大声讲：你嘛知影我，嘛知影我对倒位来。我来并毋是由于家己，是来找欠我来，是真诶。毋过恁毋捌伊，毋过我却捌伊，因为我是对伊来，啊，伊也是找欠我来。因着想要抓耶稣，只是无人敢下手，因为伊的时间还未到。咱这时阵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阮了解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这时阵，甲你的话语显明互阮，照着圣神来启示互阮，互阮会当照着你的话更加明白你，来领受主你对阮的话语的祝福。求主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你主的话语当中看到主你的阳光，看到主你的祝福，就欢喜快乐。主，阮这时阵甲下面的时间拢交代你的手头。愿主你的圣神自由的运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所听到也来得到满足，会当因为所听到会当欢喜你主的内底。阮甲这个时间拢交伫手的，求主赐福，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咧照这个约翰福音，我想咱爱先讲一样代志，就是约翰福音其实有真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吼。咱若会当相信耶稣基督是圣神所差遣来，吼，你世上啊，伊是上帝的独生子，安尼，咱若相信伊，咱就得到永远生命啊！这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样代志。所以今仔牧师要照这来甲大家分享啊，咱爱有眼光，因为眼光对咱最重要。啊，有一个小民啦，吼，甲伊一个查某朋友冤家啦，啊，这个小民想要甲这个查某朋友好好。毋过吼，因这个查某朋友就不爱插伊。啊，这时阵的小明吼，就去银行，去银行，啊，敢若去银行户头甲转520块，互伊的女朋友。520块呢，啊，你华语叫做我爱你啦，伊甲转安尼。啊，无偌久呢，伊佫甲转一个1314块，啊，1314块，你华语的意思就讲啊，一生一世的，这个意思。因这查某朋友看着呢，就甲发一条信息过去，讲小明，你嘛拜托的，你要真正有生意，你一改一句话就好，
发一届落啊，无发2届，啊，一届发过来就是500万、520万、1310块。啊，牧师讲这啥个意思？牧师要甲你讲的就是讲哦，人老阮讲吼，你会当决定你的好业甲歹业啦。啊，佮刷落咧，有2个查某诶，对一个查某囡仔讲吼，你甲表白啦，讲啊，你会当嫁我无？迄个查某囡仔甲讲安尼啦，恁若去环球世界转来再来找我讲啦。一个查甫就讲安尼好。我就来准备，要转去厝诶，行李要甲款诶，我来买机票，订机票要来准备环游世界转来，要来甲你带，就转去啊。另外一个查甫咧，伊就踮咧即个查某囡仔边啊，甲走一年，了甲讲你就是我诶世界，你要嫁我无？从此以后，即个查某囡仔就嫁伊啊。所以讲你若有眼光就无共啦，有眼光诶人会好个。有眼光的人命运会无相像。咱对遮你讲，今仔日真侪人知影耶稣，但是耶稣是什么人？耶稣什么人？有人就讲啦讲耶稣什么人？耶稣好人啦，袂歹这个人袂歹，这个人真好。嘛有人讲耶稣什么人？耶稣这个骗子啦，美好人的人爱骗子，骗子。嘛有人讲。耶稣去互鬼附掉，迄笑的啊，嘛有人安尼讲啦。嘛有人讲毋是耶稣先知是老师是先知。当然，嘛有人讲耶稣就是基督，是迄个救世主。这拢人讲的啦。耶稣家己安怎讲？恁敢知？耶稣伊家己讲，咱的主耶稣伊家己讲，伊讲我就是迄个救世主，我就是基督。是上帝独生囝。其实坦白讲，意思就是讲，我就是迄位神，成做肉体来到人世间的这个神啦。你听了这，你会感觉安怎？伊可能讲假，毋过嘛可能讲真诶，有可能讲假，嘛可能讲真，到底是假还是真诶咧？咱就来想。如果讲伊若是讲假啦，伊阁知影家己所讲的是假，安尼无毋对。这个人一定是骗子。若是讲伊若讲的，伊毋知伊讲的是假，安尼这个起笑啊。所以安尼啦，伊若知伊家己讲假，你要来骗的。毋过你爱想啦，耶稣要来骗啥物？咱嘛会当安尼想。第2项就是讲咱对我讲伊毋知你讲啥咧，胡思乱讲咧伊嘛毋知家己咧讲啥，这笑诶。毋过大部分人拢讲啥？大部分人讲耶稣是好人啦，先知。这就是一般人就是讲。毋过你若想看觅，万一伊若是真诶咧，伊若真诶是迄个基督，是迄个主要来救咱诶活命，有永远活命诶人，你想？有相信甲无相信的人，迄个眼光差咧偌济，迄个后边的生活，也是讲后边的这个所产生的效果有差偌济，你家己爱去想。今仔牧师就是要用这来甲大家分享，是安怎？迄当阵的人，包括咱即卖的人，我相信这个时阵，咱去传福音，真侪人嘛讲耶稣袂歹好人，耶稣无毋对，较早拢真出名，但是伊就无法度承认讲耶稣是生命的救主，伊无法度啊？为什么？为什么较早的人安尼？即摆的人嘛安尼？毋过咱来感谢主，咱有这个福气，咱拢得到上帝的这个拣选，咱相信主耶稣是咱生命的救主，咱有这个福气。毋过咱会当来思想，思想啥物？为什么即摆的人，甲较早的人拢完全无法度去了解，这个主耶稣是咱的救世主？是安怎咧？对今仔圣经当中，咱会当发觉一项真重要代志，就是世界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是啥？世界的眼光就是传统，就是传统，你圣经内底咱看到今仔有读到讲摩西你咧传这个挂咧互因啦，其实就毋是对摩西开始啊，对因亚伯拉罕的迄个时阵就开始啊，
哦，就迄当阵啊，尾也讲就爱挂咧，踮咧即个号做迄个安息日会当做即个代志。毋过对于迄个开始尾啊，即摆真侪代志变袂当做，为虾米？啊，结果是传统。哦，有时阵传统有好，但是真侪物件传统吼，拢对一半开始就变掉去啊。我捌拄到什么代志？咱即马来讲，真侪人你教会唱诗歌，伊就是一定爱唱较早的圣诗歌才有法度。啊，若即马现代诗歌讲有法度，哦，这现代诗歌无法度接受。咱个想看觅，敬拜上帝敢有一定都爱唱什么诗歌？重要是咱的心，重要是咱安怎去敬拜上帝。结果即马人因为讲哦，这个诗歌我袂适合，所以咧敬拜的时阵咧，啊唱诗歌我袂来，啊诗歌唱出来了后，哦我再来听牧师讲道啊，啊规个敬拜内底，伊就甲家己切啦，哦啊牧师讲道了就走啊，啊就走啊就讲我听牧师讲道啊，兄弟姊妹啊，有人即马即个时阵感谢主。啊，咱教会啊，这个长老哦，伊用心讲，啊，咱虽然即摆疫情，不过咱想办法，咱毋好伫传统内底，咱会当改变。虽然录影，啊，所以咱有法度会当继续照着现代科技，咱继续来敬拜主。所以这就是一个改变。不过你去当中，咱会当发觉世界真侪人，伊就是无法度改变啦。伊就是哦，讲到传统就是安尼啦。所以伊就是一直。你传统内底伊行袂出来，伊无法度去领受，哦，特别即个时阵，哦，啊，耶稣有甲咱讲，咱新的酒吼，爱用新的皮带，毋是啦，啊，即摆的环境安尼，啊，你干那要用较早的，啊，就行袂出去啊，真可惜，哦，啊，咱求主帮助咱，哦，啊，即摆的人，咱搁讲倒转来，就是讲，即摆的人也好，也是较早的人，为什么无法度接受主耶稣是救世主？因为是传统。耶稣这嘛讲啊，传统啊，咱搁想看觅。较早的历史当中，吼，有叫做哥白尼。伊讲哦，世界地球毋是中心啦。哦，迄当时得失着即个天主教的即个规定咧。天主教的规定当初即个背景拢是讲地球是世界中心啊。哦，你若讲毋是，你这叫做大逆不道啦。哦，你这背骨咧，哦，你这安怎拄安怎？结果就甲即个掠去抬啦。结果尾也发觉啥？错哦，因为传统是安尼嘛，伊就无法度改变，所以讲，即个人来讲安尼，讲袂得做，总人掠去烧死，害死即个科学家。啊，佫有一个故事，我相信你嘛捌听过啊。有一个先生啦吼，即个先生哦，当去找讲，牵手啊吼，你煮的鱼实在袂歹食，足好食。毋过奇怪，我要问你讲吼，像咱兜煮的鱼哦，拢无头无尾咧。因牵手就甲讲，哎呦，亲爱的，你会了解的，这无头无尾哦，大家拢嘛是安尼。伊讲，干嘛呢？咱去外口毋是安尼啊？你哪会是安尼？伊讲哦，我甲你讲，我自细汉就安尼啊。哎呦，你自细汉是安那呢？伊讲，阮妈妈煮鱼就是无头无尾啊，啊，就是安尼食啊。啊，我来这个嫁互你嘛是安尼煮，敢毋对？伊讲毋是毋对，是讲奇怪，这头甲尾嘛袂歹，是安尼甲切掉。啊，即个牵手哦，即个太太在你是讲会对吼，啊是安那呢？啊有一日吼，转去厝后头厝仔你问妈妈讲，妈妈，是安怎吼？咱即个细汉的时阵吼，啊食鱼哦，迄头甲尾都无咧。妈妈讲，啊，当阵哦，就咱兜较无遐济钱哦，你煮菜的鼎较细，吼，啊那规尾鱼落去煮的时阵哦，头甲尾袂熟，我惊恁鸟食歹巴肚，所以拢甲头尾切掉，互伊规只落去煮吼，熟啊，较你食着较健康、较营养。所以甲头尾切掉，因为迄当个鼎伤细啊！哇，这个太太在咧发觉讲，啊对吼，咱咧传统内底，敢若是安尼是对的，啊袂晓得改变，啊真侪好物就无去啊。所以主耶稣也来讲，因为当初的人无法度接受，是因为传统。咱今仔真侪人无法度接受，我相信你捌听着，啊，就无法度，我落去拜祖先啊，我都无拜祖先，啊，就袂得做呀。啊！我请问你，你去追查看觅啊？拜祖先是无毋对，是传统，但是自底时阵传统，这个传统拜祖先是啥物意思？你敢有去想？无啊！就逐个来排队咧拜。我相信我细汉的时阵，我伫庙口大汉咧，真侪人嘛共款，爸爸妈妈拢拜拜。
我就问讲拜安怎？伊讲囡仔人点点无喙，有耳无喙，袂使问。即摆你拜神袂使问。咱拢毋敢问。结果就大家一直传。所以讲哦，你到厝诶就有即个神主牌啊啥吼，我袂使信耶稣。真可惜，迄就咱诶传统啊。我去即个中国大陆宣教，嘛捌拄着人甲我讲牧师啊，咱白中国人，就有咱的即个佛教，还是道教，咱是安怎就爱信仰即个洋教。基督这是对西方来这叫做洋教啦、洋教啦，这无好啦，咱家己爱信咱家己的较好啦。我就是甲问讲，你讲安尼敢若有理吼，但是你要受看嘛无？你有理当中是理，你敢知？你敢是真看真侪人甲囡仔拢送出去国外读书啊？咱敢讲咱即个咱华人的即个国内底无论是中国还是台湾，敢无家己的书堂啊读，伊就爱送去国外读书较好？为啥要送出去？真简单啊！国外人爱你教啥物较好啊？我相信咱伫遮拢了解，教的方式无共，接受的无共。咱毋是望咱更较好，这是目的嘛。若有较好，咱当然爱学嘛。毋是传统，甲咱拔掉传统，若甲咱拔掉无好，咱就爱传统，我就想无。但是真侪人就是无法度，伊无法度改变，伊就传统拔掉就是拔掉的。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会当去思想，咱今仔日伫教会内底。是毋是真侪传统，互咱拔掉，互咱即个对主的认识，还是对主的跟对，对主的即个服侍，有可能甲咱拔掉啊无？若有，咱是毋是爱改？咱是毋是爱改？所以求主帮助咱啊！咱无论是伫外口，还是世受，咱难免受即个影响。这世界眼光就是传统，就甲咱拔死。所以你若会记诶主嘛捌甲咱讲，咱来更新而改变。咱呢不受到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莫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爱拔掉的哦，咱来改变咱来改变当中，咱会当去看到上帝，看到咱的主，看圣神甲咱引带，讲这有够赞的。但是咱若无安尼去改变，咱可能就一直拔掉内底。毋是你外口尔，可能你教会内底嘛有可能啊。所以求主帮助咱会当了解讲传统有当对咱来讲，毋是拢无好，但是若传统拔掉咱，互咱失去更加接受更加好的时阵，咱有需要来改变。耶稣伫遮甲咱讲，当初的人无法度接受，因为传统；今仔日的人也是有这个可能。除了传统，这世界讲甲人拔掉的，无法度来认识耶稣之外，搁一项。人喜欢看外表啦。我相信即摆人拢了解什么代志。迄韩国迄整容啊，赚足侪钱所以有一个笑话啊，有一个基督徒整容了去天顶天使来甲接接了讲你什么人？你某某人？伊讲我某某人啦。伊讲你某某人？某某人。奇怪，你洗做无共？我就整过容啊。弟姊妹，这虽然是笑话，不过意思上，世界的人真爱对外表这个叫做这么宽大，这么水。这么有钱等等，来判断这个人。所以伊这个当中，当初无要接受耶稣的人嘛讲，耶稣基督对倒来，耶稣基督对倒来，所以咧，而且咱看到伊讲我知影这个人是对倒来，不过基督来的时阵无人知影，干嘛呢？圣诞节到对不对？当初3个朴树，莫讲3个，毋是3个朴树，是几个朴树？咱拢讲3个毋对，有几个朴树？对着天顶的星，来找这个咱的主耶稣的出世，做圣诞节。当初就是有问迄个王就问讲，这个基督生伫倒？生伫伯利恒，咱毋知伫倒？哪有可能毋知伫倒？只是伊大汉伫拉萨路遐，无人知。但是耶稣是确实出世伫伯利恒是照着上帝应允。照着上帝的规定出世伫伯利恒，你无要去查考，你甲咱讲看外貌，耶稣圣经有甲咱讲，耶稣无帅呢。所以咱会当了，咱即摆拢看外口帅，有个人这牧师好帅牧师毋是帅啦，
牧师爱讲上帝的话啦，牧师爱教大家讲，咱爱来跟对上帝啦，毋是对即个牧师，即个牧师甲大家拢共款啦。无论伊偌水、偌帅、偌缘投，拢共款啦。咱来了解讲，伊内底有上帝的话无？伊内底所分享的是对上帝来的即个启示无？启示无？这较重要。毋过咱吼较早安尼。即马真侪人嘛咧，你看即马真侪迄个查某囡仔安尼追逐明星，追逐敢若痟诶，你嘛知，你嘛知。所以求主帮助咱讲吼，咱这世界讲吼，对传统漠视了吼，啊，佫真侪对外口吼来做判断是错误诶。啊，所以圣经其实讲啦，耶稣迄当阵一个学生做拿但业，吼，拿但业是啥物情形？就是迄个会理去对主诶时阵，啊去找伊诶朋友拿但业讲，我甲你讲，主耶稣来个遮。伊讲拜托诶，啊，迄个所在拿撒勒也有出啥物好物？外口诶判断毋但是对外形，有可能佮对伊诶背景。你若毋是，你甲即摆去外口，大概毋是讲你是啥物人，讲啊，你是某某公司诶董事长，啊你搞，哦，你是台积电诶老板，啊你搞，哦，你是即个鸿海，啊你搞，毋是即个人。是因为伊什么背景？哦，你读倒位啊？学校，毋是安尼。咱大部分拢往这外表。伊讲啊，这耶稣也无读什么书啊。我耶稣也写作无因头。啊，这耶稣对迄拉撒勒来都有啥物？啊，这无可能。所以主耶稣嘛是人家讲我为什么真侪人无法度？伊就是讲啊，信耶稣也无较好啊，信耶稣较趁较侪钱。啊，伊后安尼甲想啊，哦，对吧？啊，信耶稣看嘛是普普。安有啥物好？你看人爱信的吼，爱有囝，爱趁大钱，这偌好咧安尼。兄弟姊妹，我想这拢是咱现象的环境，咱拢爱真侪人往这个外表去判断这物件，啊，无真正去考虑讲，这可能会咱咁错毋对啊未？哦，我搁讲一个故事，这事这是笑话啦，但是也是真好笑的代志啦。一个医生去一个庄脚所在吼，啊，这个为啥去庄脚所在？啊，就拄啊，这个因兜的先生吼，破病很足危险嘛，啊，伊牵手就请先生去甲看卖，看会当甲医药好啊未？结果先生气懵的讲，啊，恁翁翘去啊？啊，伊牵手就讲，哎哟，阮翁翘去啊！啊，结果因翁到了出说讲，我还袂翘啦。我还袂巧，啊！结果因某听者讲，啊！你掂啦，人医生你讲的，你比你较袂准咯。你敢毋知医生较准啦，对无？你哪会讲啊？你掂，互医生讲。咱真侪时阵拢认为讲，哦，医生就专家，啊，咱人拢听伊的，啊，咱就家己去想过无？咱用外表伊的医生，啊，就逐项拢对嘛？你知影你若真正去调查？有真侪病医生，伊的误诊嘛是真大。咱毋是讲无要相信，毋过你袂当讲安尼，就是讲啊，伊是医生，啊，就外甲伊讲啥就对啊。啊，你家己拢袂晓想看你家己内心也是啥物？咱等下要讲，咱要讲上帝眼光甲世间无共，世间的目睭对传统甲咱压无死，世间的传统甲咱看你外口，哦，感觉水水啊，啊，其实内底拢歹。所以这带来什么问题？这结果会带啥？这个吼。世界眼光，哦，传统啦，也是这个所谓看外表的这样吼，互咱会愈来愈安怎，愈老化啦。啊，不但老化，你甲讲法嘛，这若无捌耶稣，尾也是永死呢。哦，人即摆人拢讲哦，你看我要顾我的性命，我要健康安怎？你外口健康，你外口健康，你会当食几岁？你甲咱一直保守你的性命，我毋是讲你袂当保守你的性命。问题每一个人拢爱理解，咱即个身躯有一日拢爱过去啊。所以主你甲咱讲，你若想要保守你即摆的性命，你就失去迄更较好的性命。啊，你若愿意对即摆的性命会当讲吼，较强的，你颠倒吼会去得到更较好的性命。这是主耶稣来甲咱讲的。你若无认识这，你敢若顾即嘛？哦，顾外表。啊，顾这传统安尼，吼，啊，你毋敢去认识、接受、去了解，你真可惜。你会老化，哦，即摆时间行到遮，啊，咱若讲较早安尼，无法度改变。讲实在，你
你哪有法度更加领受上帝的祝福？你就停止伫遐嘛。上可怜的就是讲吼，咱无接受这世界人无接受，伊的命运实在是永世，迄实在足可怜的。所以求主帮助咱，咱毋好有世界的眼光，咱一定要换一个眼光，所以而遮咱了解，主耶稣甲讲，咱这肉体的身躯袂当领受到这对上帝的来的这个国度，因为上帝的国度是永活的，是水的，是好的。咱即摆这肉的，你变哪去啦？所以讲咱会当理解讲，咱这有一日，咱这拢爱放掉，互咱会当有对上帝来迄个生命所生出来的身体，所以你会当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死的时阵，迄个身躯总变总水的。虽然伊开始的时阵伊就无做，迄嘛真好，毋过伊就是甲咱讲。咱讲咱即马肉体，咱对父母生下出来这肉体，父母会过去，咱也会过去。毋过你若接受耶稣基督，有对上帝来生命，迄个生命叫做咱的生命的时阵，迄个生命即马你上帝国内底有一日基督耶稣搁再来的时阵，咱迄个生命活出来，毋是生命啦，你会当看到迄个实际上的身躯啦。所以讲伊圣经里甲咱讲咱即马身躯这是无法度承受迄个上帝国的代志。因为这就一定歹去的，咱就要去换一个新的生命，对上帝来永活的生命，咱会当去领受上帝甲咱祝福，讲后面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咱有迄个永活的生命的时阵，会当去有一个身躯，迄个身躯是水的，是好的，是袂破病的，是少年的，是赞的，安尼毋才对。你若干咱过即马敢有效？毋是讲咱卖过，但是咱袂当讲惊，也是白条的，咱就无法度。所以咱若伫传统的内底惊啦白条的咱若无法度变化，咱就愈来愈老化，不但愈老化，结果行入永死的内底，迄是足可惜的。所以主耶稣伫遮来甲咱讲，因为过去的传统也好，就看外口人的外貌好，所以互咱人就愈来愈歹。所以主耶稣要甲咱讲，咱换一个眼光，咱换一个眼光来看，做神的眼光来看，神的眼光是啥？神的眼光，你要去问，爱去问，爱去了解，爱去所谓迄个追踪，到底这个原因是对倒来？传统是安怎？是毋是进前阁是安怎？所以圣经里甲咱讲这样代志，就是讲摩西传挂咧，互咱啦。其实毋是对摩西，对祖公迄当阵就来啊。所以恁伫安息日共做这个代志当初的时阵，嘛是讲会使做啊。那行到即马变做，我即马伫即个圣殿的内底，伊伫一个38年的人起来好起来，结果恁讲要来甲我杀呢？哪会安尼？恁哪会去做这个代志呢？恁要去追求也袂，恁要去了解也袂。你头前耶稣主的话甲咱讲啥？伊讲人若真正有迄个心啦。日子啦，关于遵守着主的这个教示来行的时阵伊讲你一定会当安怎了解，一定当明白，耶稣所甲咱讲的是真的。真可惜，即摆人无要追查啦，大家拢是迄个俗世的啦。其实牧师即摆你讲，你嘛爱去追查。你讲牧师讲的是毋是合圣经？是毋是合上帝？若是你就爱对，若毋是你莫听。咱若有这个心讲，我有这个心，这牧师你讲，是毋是讲对？是毋讲上帝话？若是咱爱对，若毋是咱对，咱就毋对。所以较早的人，敢若嘛是共款啦，对一寡文士法利赛人对，无你注意，无你听，无你追查，敢若误听，结果拢行对歹，真可惜。所以主互咱为什么爱读圣经？互咱圣神，一方面互咱有这个理通读，一方面有圣神甲咱引带。互咱去行在你祝福的内底，那就是咱爱追求。你若愈读圣经的话，你会感觉讲，哇，这圣经真正是有气力。这圣经有够好，主的话实在，互咱伫这个特别的这个时阵，这个时阵互咱真鼓励呢。这个时阵大家会惊吓呢，但是我牧师顶面嘛甲你讲过，讲上帝话讲，互咱呢是平安的，毋是要互咱安怎，是互咱平安，互咱后边更较有往忙。你要去经营，你要去经历这个代志。所以求主帮助咱，主嘛甲咱讲，你要去追查啦，要去追求啦，毋好干那坐咧拢无伫读，安尼可惜，安尼可惜。所以啦，咱
比一个例来讲，哦，一个囡仔去下读书转去，问伊妈妈讲：妈妈，阮下你教讲，这个人是狗变来。伊妈妈讲：我袂讲啊，迄圣经甲咱讲哦，我信上帝，这吼是上帝创造的。哦，囡仔讲：啊，这下哪教无共？伊就淡薄仔伊咯。妈妈甲讲安尼，啊去问伊爸爸，伊讲爸爸。即个吼下教咧，妈妈讲吼，人是上帝创造，你咧，因为爸爸是无信主的啦。伊讲，下教安尼就是安尼啊。这囡仔都无啥啥，奇怪，爸爸讲安尼，下讲啊，妈妈来讲啊，伊个等于问妈妈，妈妈讲吼，你爱去想，做人较好啊，做狗较好。你甲想看觅，上帝创造人遮尔水，去奇怪，大家无要去调查，无去研究，甲咱讲人对狗变来，大家嘛安尼听，咱即摆会当理解。每一项的动物，每一项拢无共，咱人有咱人的 DNA 啊，甲动物都无共啊。所以，伫圣经一开始的上帝创世纪就讲，咱上帝创造人了，万物拢有无共款，伊各从其类，大家就无要听啊，大家就甘愿要讲我对狗变来，你若对狗变来，你若要接受安尼，所以讲，如果人来你讲话，讲较无客气的话，讲你精生，你嘛讲细细。你家己就承认你对狗变来啊，所以人真奇怪。上帝讲哦，你会当去谦卑学习了解无？无人听啥讲啥，你就以为安尼。咱无毋对，咱嘛是爱学习了解。伊这讲的话，咱爱去思想。所以主鼓励咱，为什么牧师嘛是共款？甲兄弟姊妹讲，咱来读圣经，咱读上帝的话，咱来思想，咱求上帝来引带咱，咱毋但法度愈来愈了解上帝的祝福是啥物。你若无思想、无了解、无去做，真可惜，你就失去这个祝福。所以咱顶面嘛讲，咱学习上帝话是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第二项咧，除了咱来去了解这个，对查了，我对才讲，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咱内心就信心嘛。其实人的良心其实拢加减会来咱提醒。有的人无爱听啊，有的人无爱听。咱圣经内底有一项。足趣味的啦，你毋知你捌想过无？撒母耳记的顶面关面迄个撒母耳要去迄个高即个大卫啊，做王啊。叫即个撒母耳即个先知啊，去迄个大卫因老爸叫做耶西啊，去因兜。讲你去遐我已经甲即个所罗王已经废掉，我即摆要选一个即个是合我心意的即个国王你去遐甲选。结果，迄个撒母耳先知去到迄间厝内底安尼，一个看了因大汉囝来讲，这个赞，这高大汉水这个一定一个。上帝讲歹势，毋是这个，毋是这个，因为上帝甲撒母耳讲，伊看人毋是看外表的啦，是看内心的啦。我咧想讲主耶稣也是讲上帝啊，你嘛真趣味，你叫这个人去选一个王。你著甲讲杀人就好你著阁叫伊去，去看了，你甲讲，伊看了讲介意即个，讲毋是即个，是安怎爱安尼？我感觉上帝实在真趣味。上帝意思讲，今仔日咱是原来是无论咱有读圣经，还是无论咱学问偌大，咱著爱谦卑，因为人加减看毋着，像撒母耳即种上帝使用遮尔重要的先知士师是这个祭司。这水照你讲，上帝用已经足厉害但是伊嘛看毋着，伊嘛看毋着，所以求主帮助咱都要有谦卑的心啦。有当时咱求圣神甲咱帮助，咱毋敢若看外口，就感觉安尼。这也是咱会当学习的所在。内心，所以呢，这个咱圣经话来讲，咱的神是一个灵，所以咱敬拜伊是用心灵甲诚实，就是真理上帝话来敬拜伊。毋是看这间教会偌大间，毋是看这个教会偌细大细，迄毋是重要，重要是你的心有你上帝内底无？你是毋是你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你这个心是毋是真正对内心出来，还是看外表？讲大家都来敬拜上帝，我也来去大家看闹热，我也来看闹热安尼。可惜你爱听你内心的声音。主有互咱的话启示，有互咱的圣神来引带咱。有当时时阵，咱嘛爱听咱的内心。拄则我咧讲迄个牵手讲神师你莫讲，毋是讲神师莫讲，神师讲神师你莫讲。
哦，人医生你讲了，你都无咧听。咱有当时相信专家，我毋是讲相信专家毋好，毋过上帝伫咱的内底比世界较大，毋好叫外表这较暗藏去，失去咱更较认识上帝的机会。所以咱而家了解耶稣甲咱提醒讲哦，咱爱有上帝眼光。第一项，咱来学习追求了解；第二项，咱来听咱心内底的声音，接袂去吼，互即个外口骗面去吼。所以你搁来看，圣经话你讲，较早的祭司长甲民间的即个长老，哦，大家拢讲外教咧。啊，过主耶稣话讲啥？主耶稣讲哦，我实在甲你讲啊，吼，即个税吏啦，妓女啦，拢比较早入去上帝国。哎呦，哪会讲安尼？耶稣你讲安尼，敢若看袂起人呢？人这是祭司呢，人这是即个长老呢，拢看拢足好的呢。耶稣讲，我这自以为意啊，就是家己外教啦。主耶稣讲啥？谦卑的人、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伊的。咱的内心，咱来谦卑；咱的内心，咱来会当服服你上帝面前主。我了解我所捌的有限。今仔牧师伫遮讲嘛是共款，牧师嘛是逐工甲兄弟姊妹做阵来，搁较领受上帝话。咱每一日生活拢会拄着真侪无共的代志。咱有当时时阵来请求专家无问题，毋过咱莫袂记，咱有一个圣神伫咱的内底，有上帝话伫咱面头前，咱乃袂去来问，来去甲追求。牧师讲到这，特别讲，迄个扫罗王第一届是，当初上帝甲讲啊，这个人就要照上帝意思，上帝敢无要原谅伊，上帝愿意啊，不过伊就是不爱，伊就是不爱。譬如讲，伊去魔鬼甲交叉的时阵，伊讲大卫来，你弹琴互我听，伊若无去找上帝。咱即马真侪代志，咱拢对外口去找。真可惜，咱应该对上帝内底，伫咱的心内底，伫咱的圣经内底，咱做阵来了解上帝赐福就伫遮尔嘛。你身躯顶下有真侪宝贝，但是你拢咧对世上去找，真可惜。你若对世上去找，你就完蛋啦。但是上帝讲，咱若对咱了解上帝甲咱讲的，咱若来去找找的时阵，有啥物无共？结果有啥物无共？你会当更新啦，你会当得了永生啦。哇，这有够好啦！所以讲主你来讲啊，你基督内底的人伊就是新造无共啊啦，过去无如咱那过去。上帝讲我，互你会变新，互你会变好，互你更较赞。这就是这句话啊！你基督内底的人啊，你有要你内底无？你若无你内底，你就无彩啊！你若你内底，上帝讲，咱无就有永活什么等，你即马你的生活当，伊会甲你引带。咱会在改变，咱会在愈来愈好。因为上帝应许咱若对你这条路行，虽然可能外口环境无，不过咱愈行愈好咧，愈行愈光明咧，行到日中头迄个太阳咧照，哇，偌光偌水咧。求主帮助咱，所以讲伫遮你讲，信主的人有永生，有永活，无要信的人得袂着。特别是讲神的震怒在他们身上。为啥来讲上帝对受去？毋是上帝对受去，上帝疼人诶，是人无要改变。无愿意接受，结果伊就要面对审判。上帝要咱改变，要拯救咱，你要得无？你若要得，上帝无条件要赐予你。不过咱爱有这个眼光，你有这个眼光，也无这个眼光，最重要的。求主真正帮助咱。咱今仔日伫遮，咱求主，互咱会当安怎？会当有这个上帝的眼光。咱会当更新而变化而有永生，咱莫对世界来讲，迄个甲咱带去死亡，甲咱带去老化，咱莫行迄条路。咱有这个眼光，咱有这个眼光是咱的祝福。所以愿主赐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新的一个年要开始也好，还是这年尾开始也好，求主互咱有一个对上帝来眼光，对神来眼光，互咱会当更加活得更加水，更加完美，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愿主赐福。咱做阵压头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多谢你的话语来启示阮，互阮会当你的话语当中来思想来改变，来得到这新的更加好的，会当得到主你的祝福。主阮这时阵为你的话语来感谢你，求主来改变阮，
互阮有即个心，有即个眼光，会当看见上帝你所赐的福，超过阮所思所受。所以，阮愿意谦卑你做内底，阮愿意谦卑来学习，听主你的声音，行即条永生永活水的道路，是我一生通水通好的祝福。主，阮感谢你，用一切荣耀拢归于你坐咧宝座顶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甲即个眼光赐受互阮，求主甲即个平安喜乐充满阮的当中。主，阮安尼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